今日咧想講一啲我自己私人嘅事情。當年咧，相信耶門王，耶門王，耶穌嘅耶咧，門咧門地嘅門，門口嘅門，耶門王，耶門王係咩咧？我只可以舉一個唔得罪嘅例子啊，就話叫做稻草人啊，稻草人咧就得啦，稻草人係趕野豬嘅。野豬喺宮崎駿嘅動畫入邊咧，嗰個幽靈公主入邊咧，係一個詛咒嘅山神嚟嘅，山神咯。不過我信嘅係山鶴，山鶴同埋博浪鶴。山鶴咧係深圳河以北上，博浪鶴咧係香港，係沿海嘅日本，係韓國，所以咧我寫嘅故事咧係有韓國嘅故事同埋日本嘅故事。跟住山鶴咧，我就寫內地嘅故事。內地咧係山鶴，山鶴咧係我嘅摯愛。嗰個博浪鶴咧，亦都係我嘅摯愛，因為咧我係用山鶴咧嚟形容㗎。嗱，俾你睇下，我遲下咧。山鶴靜，山鶴靜，博浪鶴，博浪鶴，博浪鶴靜，學主，我係學主，即係我係創學人，我創學，我嘅學，我作嘅嗰個學問咧叫博浪鶴，博浪鶴係講咩嘅咧？講浪咯。除咗浪之外咧，仲有靠海為生嘅沿海城市嗰啲人民咯，跟住未經歷過血洗嘅大地咯，經歷過血洗嘅都有冇問題。總之我唔知點，我唔知點樣咧，我都覺得深圳河以北咧去數起咧，都有好多沿海城市咧，我都覺得佢係山鶴。山鶴咧係我由細咧喺大陸咧過住係30幾年嚟咧最開心嘅10幾年嘅生活。我覺得係一生咧不忘嘅，所以我就用山嚟比喻佢哋，因為我哋嗰度咧係鄉下，係有好多山嘅。山咧上山咧見到山泉咧，山泉喺水坑入邊咧用手掌一撥起嚟咧，就飲，相當清甜啊！嗰種甜咧回味至今。跟住係沿海嘅博浪鶴啦，博浪鶴咧嘅城市咧就係我創學嘅基礎啊！因為咧學習嘅年代咧就喺呢度，呢度咧學識嘅嘢咧唔算係畢生受用，但係咧自己嘅沉思咧同埋多年嘅被杯葛咧。但係我都覺得係我沉思嘅沉澱嘅年代，沉思至沉澱嘅年代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係相當幽默啊！命運係相當幽默。如果係可以得到人哋少少嘅幫助嘅話咧，我未必係做保安咯。我覺得係未必係做保安。但係唔係錢嘅問題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人生不如意事啊，十常八九啊，真係。但係若然你真係覺得人生太不如意咧，但係咧10咧有8、9都係不如意嘅話咧，咁我就建議你咧相信蘭花草草咧，亦可為有啊，好似屈原當年嘅心境咁樣啦，真係香草美人啊，知唔知啊？好啦，拜拜。